拜三都是立冬啊，准备要来食补。不过，从疫情爆发以来，为中国进口的汉药材有八成是大起价，尤其是当季的价销是起要3成。卫福部中药司就表示，未来除了会推动咱国内家己种药材、生产药材以外，嘛有可能会换对东南亚来进口。配合的中药材，因为人客需求不同，有家庭用的，也有个人用的。业者讲，最近中药材价销起价，小包装价销较低，较受欢迎。这样配合客人的需求，抓一帖很好的药膳，那回去可以做这个补冬。业者讲，疫情了后，进口中药材价销一直起，虽然即马慢慢回稳，不过要求未少，价销也是真悬。亲像细心甲生组人价销比过去翻2到3倍，民众食补定定用的当归价销虽然有较落来，不过依然比过去起差不多3成。过去1斤呢，我们的市场售价呢大概在700块，但现在都超过1000块了。不过这个可能是当地这个生产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调节。台湾的这个栽种，我们也会中药师也会像包括承租公有土地和国有土地的这些租赁的保障，另外我们也会给一些补助措施。卫福部中药司分析，国内中药过去8成以上是中国进口，除了疫情了后，运输成本起价，佮听讲中国业者囤药材，互价销波动大。未来台湾除了规划国内种药材，也无排除向东南亚其他国家进口。记者综合报道。